點啊？相信樓市復甦未啊？依家係閒日星期二嘅中午11:50，樓盤係滿晒人嘅，咁而全部都係客戶嚟嘅。咁當然啦，香港客同埋澳門客，甚至乎本地客咧都會有嘅。今日同大家睇佳境康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阿 Ken 又嚟啦！嗱，佳境康城咧，今日咧又再新加推嘅一啲新產品啦。咁啊，主要咧都係響翻第4期嘅，噔後邊啊，好開心啊！見到啲小朋友又咁啱得叫放學啦，係咪？咁啊，而咧最重要嘅話咧，咁其實咧之前咧就一路其實第4期就賣過，亦都賣咗唔少嘅。第9棟到第10棟就係對住馬路嘅，咁有好多朋友就可能覺得喂唔得喎，對住馬路好嘈喎，唔係好掂當喎，有冇得等啊？咁卒之俾到大家等到啦，冇錯係咪？就係佢喺佢後邊嘅依家咧新住嘅第16棟，依家全新加推嘅，咁亦都有個新嘅面積105平方嘅3房套房嘅一個設計啦。咁當然再放大啲啦，俾你隻89方嘅話，咁而如果有一次咧，大家真係唔想嘅話咧，即係對住大馬路嘅話，呢次就要好好把握機會啦，因為咧佢褪後咗之後咧，其實個樓間佢非常之遠啊！大家記得到咧，依家起碼都成70-80米嘅一個距離啦。咁再者嘅話咧，主要都係望翻成個內園景觀嘅。佳境康城個園林景觀，發展商有幾捨得抌本落去整嘅話咧，我相信大家咧完全都會感受過，亦都感受到嘅。OK， 咁而如果假設你嚟到現場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啦，亦都去入翻呢一個第3期同埋第2期嘅呢一個津禧園裏邊個園林，去到實地參觀下，同埋佳境康城咧個用料都出晒名㗎啦，係啦，就係靚同埋靚 OK， 咁所以呢3個靚字嘅話咧，同埋高級咧啊或者高質量嘅話咧，就不斷都係我哋講佳境康城嘅一個賣點啦。咁而今日啦個價錢嘅話咧，15,500蚊折完之後個平均價錢就可以買得到啦。比起之前嘅90棟啦，再加埋呢家現階段啊，響翻佢裏邊賣緊第14棟第3期第14棟嘅樓王都仲係賣緊21,000蚊一方。係冇變過嘅，咁所以嘅話咧，咁大家可以感受得到依家個價錢個水位有幾深啦，唔好嘥時間過去睇睇。睇到量真係非常之高，好唔容易等得到咧，有幾批客走咗，但係又有批客咧下邊知道上緊嚟啦。咁我哋依家身處睇一個呢個就係105平方嘅單位，響9棟10棟嘅，不過呢個係直廳設計。咁至於第16棟咧，就係呢一個咧對流兩邊窗嘅則嚟嘅，咁所以咧響對面大家見得到㗎啦。好，大家依家見得到啦，左手邊嗰度係第16棟，而右手邊嗰個係第17棟。依家見到咪好多露台嘅嗱，冇錯啦，佢就好特別嘅主人房咧，佢今次咧係帶埋一個包強儀嘅，咁所以嘅話咧，嚴格嚟講，佢真正雙露台啊！如果有一次大家中意咧呢個有露台響翻你自己嗰個主人房嘅話咧，話呢一隻則咧就不得了啦！咁而佢裏邊嗰個 design 佈局嘅話咧，咁其實佢依家示範單位係裝修緊，未有咁，但係咧平面圖咧歡迎都係打翻俾阿 Ken 去到咧同大家慢慢分享翻啦。咁大家記得到啦，直廳其實咧個空間咁啦，105平方，大家咧嗰個實用率唔係爭好遠嘅啫，不過嗰邊咧會再提高少少，咁反正就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啦。佳境不嬲咧都講到明嗰個交樓標準咧係非常之高噶啦，所以冷氣機啊咁各方面嗰啲全部都齊晒嘅。咁而直廳 design 嘅話咧，甚至乎嗰個露台咧都非常之深，你見得到出面依家企住咧有5個人嘅，仲擺埋個單車機喺度嘅話咧，嗰個空曠情況嘅話咧，大家感受得到啦。咁如果假設你有朋友仔嚟喺出面傾下偈、飲下茶、食下雪卡嘅話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嘅享受啊！咁開間已經係非常之闊㗎啦，大家記得到。算咁你屋企可唔可以咁樣跳嚟跳去嘅話咧，咁大家可以 feel 得到個廳有幾闊啦。咁而飯廳呢個 area 嘅，大家 feel 得到啦。嗱，因為咧睇得到佢嗰個餐台咧都係比一般小型單位咧為之闊落。咁而廚房門咧就唔係開翻喺呢一邊咧，開翻喺走廊位嘅話咧，咁相對地咧使用性、可用性咧會再提高啦。咁至於玄關位咧，咁佢冇做任何櫃位，不過個廳咧由於呢一度大家見到好闊落啊，咁所以做餐邊櫃之餘，再做埋個鞋櫃一排過去，完全係肯定得啦，係咪先？唔使擺出街啊嘛，係咪啲嘢 ？OK， 咁啊再入翻嚟嘅話咧，亦都係我自己個人最中意嘅一個廚房 design， 2排嘅櫥櫃，2排嘅吊櫃，跟住預留咗一個好大嘅雙開門雪櫃位置。咁出面咧仲有一個露台喺度添嘅。咁呢個生活陽台啦，咁其實咧夠擺晒洗衣機，咁啊仲有啲櫃咁樣做咗喺度嘅話咧，上面仲可以做啲咁嘅電動嘅晾衫架咧，都操作埋喺度㗎啦。咁至於房間啦，咁大家都會比較上可能會偏擔心少少，係咪？即刻入去睇睇。好嗱，再跳到嚟去到第一間房啦，咁其實空間大家已經感受得到啦，非常之大，
去到呢一張台咧，去到成1.7米咁滯㗎啦。咁跟住後邊一個好大嘅衣櫃位置啦。咁而你話擺床啦，再加埋衣櫃啊、書台嘅話咧，綽綽有餘，床尾仲可以擺多組櫃都仲得。咁唯獨是有一個少少瑕疵嘅話咧，咁可能係佢個窗咧就唔係話全窗台嘅 design。不過由於都比較上高啊呢一度，咁所以咧採光度大家唔需要點擔心，同埋對面樓間距咧都充足夠啊嘛，係咪？睇樓量真係無敵嘅 OK。咁而洗手間啦，咁嗰個空間感咧，亦都係出翻嚟啦。畢竟佳景康城咧就唔係話做啲咧咩緊湊型啦，但係呢一邊又叫做嘅一啲一啲積啦，咁所以變相裏邊啲 size 都比較上偏寬敞啊。大家記得到啦。床再一張好大嘅書台，床尾嗰個 area 先係我想獨特講翻嘅一件情況啦。跟住個窗仲要超級大嘅，呢一度冇窗台啊嘛，咁所以使用率又出咗嚟啦。嗱，105方嘅主人房咧，其實甚少可以做得到一個轉角嘅 L 型嘅衣櫃，變成一個衣帽間嘅。咁大家記得到闊度係充足嘅，佢完全冇秤位嘅。咁而呢一個廁所嘅 size 嘅話咧，係同翻頭先客廁差唔多嘅啫。咁至於交路標準唔使擔心嘅，佳景真係好氹伴，特登喺個售後中心裏邊咧做晒所有嘅交標出嚟。係點樣油嘅油啦，有幾多浸啦，有7浸啦，點樣啲工藝啦，裏邊啲五金件啦，有幾咁上靚嘅話咧，都做晒俾大家咁嚟到現場慢慢感受。嗱，呢間主人房係咪好誇張？大家記到比美好多靚過好多間嘅一啲主人房啦。咁大家記到空間感真係超誇張地大㗎啦。咁所以個 size 無論你擺2米床，甚至乎2.5米床。都完全唔使擔心話會有啲咩嘅壓抑咁，呢一度直情擺台麻雀喺度都得。喂，去我嗰間房度打麻雀啊！有冇機會講一句呢句説話咧 ？OK， 咁所以對翻對面嘅話啦，無論你依家現階段中意，好中意直聽嘅，買翻呢一隻望翻內園又好嚇，因為呢邊向南嘅，咁而嗰邊對面咧就南北對流啦。咁而唔係我中意2個大露台喎，咁就可以選擇翻對面呢隻105方同埋對流窗嘅 design， 因為個廳嘅話咧，真係的確加分唔少嘅。咁如果你乘翻15,500蚊一方到咗緊嘅一個平均價錢嘅話咧，咁大概係翻160萬到上下。咁呢個價錢，如果你話買翻得到佳景康城呢啲咁高級嘅一個交樓標準，咁首期都係大概啦，啱呢個24萬到咗緊就可以。你可以攞得到樓嘅話咧，咁的確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眨眼嘅話咧，咁距離收樓時間嘅話咧，都係剩翻1年多少少嘅啫。咁如果假設大家真係有興趣嘅，想了解多啲，或者嚟到現場睇，快啲打俾阿 Ken，阿 Ken 有專車，係專車由你香港出發嚟到現場，去到慢慢睇嘅。阿 Ken 亦都可以陪埋你由香港出發，都仲得嘅。我哋下集睇咩啊？睇翻隻89方。OK，拜拜。